再来看立法院张进行总预算的调查协商哦，也毋过嘛是个破局。立法院长韩国瑜是呼吁行政院无应该凊彩就提出复议，认为讲各有动用预备金追加预算等办法会当解决。也毋过林也嘛批评讲，这款做法对行政机关是二度伤害。行政院嘛强调讲，若收到总预算案，已经会来提出合法合宪的救济方式。上次接待日本那个侨界的好朋友来自东京的。来到这里，大概1、2个月前，第一件事就拜托，我们在日本很辛苦，奋斗了这么多年，拜托我的娘家台湾立法院不要再打架了，好吗？立法院长韩国瑜19早起接去日本华侨回国致敬团，看起来真轻松。不过为解决经济下中央政府总预算案，韩国瑜星期日下晡调集调查协商，说是破局收场。最后参考，若政院无提出复议，那安尼伊再是建议，和共同团调回赶紧排预算改动案。行政院业务会指向闹困难，应动用预备金。甲若市政府有提出追加预算的必要，就提报告送立法院审议。说用韩国瑜所讲的追加预算的方式，又或者是用第2预备金的方式，那我就先问，这是不是表示连韩国瑜或是蓝白两党也感受到？我们在1月21号所审的总预算就是乱砍。民进党如果一定已经是先决定了要复议的这一条路，那你再去找韩国瑜院长来做协商的这件事情，其实只是帮这个韩国瑜院长去下个小套子而已。民进党团批评韩国瑜甲拿白联手互受害行政机关制度伤害，国民党是强调法定定数免改，呼吁基进党提出审议。为了让政府能够正常运作，行政院收到总预算案之后，会演绎合法合宪的救济方式。立法院按算19将总预算案送出，对是不是提起复议案，行政院今日表示，为了让国家继续稳定向前，会透过各种方式继续努力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